哦，咱顶回应该是第五页读图要煞最后一句尔啦吼。对。哎，好，安尼咱。咱。咧切论迄个出书线，若有兴趣嘛会使找啦。哦，对，嘿。迄个啥？我都袂记诶，我甲即个直播诶，即个原来甲打。我都袂，迄个啥？应该是Angelia 吼，歹势，我大概拢袂看到迄个卢帕皮良吼，卢帕皮良伊，大概迄个英文名我就记袂了呢。反正都讲参考啦，阮搭咧确认迄个出师线，阮搭读到头前尔，应该遐要带读。稍等啊，歹势，袂记咧甲 link 打过来。阮即边今仔日换时间吼，下令迄个日光节约时间改吼，所以我今仔日我时间无啥共。所以你进前啊，七体啊，我毋知。进前拢是9点嘛，进前拢9点嘛，我即摆已经今仔日变做8点，我早起8点。哦，差时间进前时间就对。对，嘿。迄个，文本啥对？文本伫遮。出师线。所以个 Angelia 后歹势，反正你我带确认的即个是你会使点入去，伊是找台语内底的。啊，我已经是读到迄个连接顶悬应该是第3，啊，你点入去迄是逐页的迄个啥 scan， 啊，你第3点入去，迄个跳出来迄面是下口一个 page 5第5页，啊，阮是读到遐尔，无读真紧，你会使蒙对。为什么无呢？供应复杂连接线送出去。好，来，我甲直播。应该送出来啊！你直播迄边敢会放迄个文本的连接？直播，稍等下，我即马要夹出去吼。我拄则夹，为什么我无收到？奇怪，我是夹去互啥物人？Google Mail。等你来啊。Sent。还未开始读第5页尔，第3部分啦。伊迄算应该算，我毋知算第3章啊啥，反正有一个文本的内容有数字，啊每一页下骹嘛有数字，每一页上下骹迄是第几页，啊若文本中迄可能。我毋知伊要甲伊讲 chapter 还是 section， 我毋知影。反正就是拢是阿拉伯的数字啦。搁只好搁来一遍，真正是。歹势啦供应复杂连接，转来我的 email， 打起哩 link 那个 send， 拍开我的 email， copy
URL 打来加 pin link 打起哩 paste add link。好，即马打起这是我的 YouTube 直播，你当看画面吼。有兴趣读的拢甲恁揪起来了吼。另外是，好，另外是，遮我甲迄个文本，白话字的文本啦吼。白话字文本，我来甲打起哩 ，send， 好，好 ，OK。所以关兄，你藏迄应该是你藏的你的档案吧，吼，对无？是，你会当直接甲download，吼，你会当家己download，等于恁兜家己搭来看。规个摆的嘛。若我打迄个链接是找台语内底的啦。找台语内底哪会有？找台语，你确定找台语？对，我正大确认第一条就是找台语内底的啊。伊就是有因。我正解怀疑嘛是 A/B 音响啊，藏的甲 scan 起哩就对啊。所以其实是相款的，真差是可能权提供的是规个档案，你家 download 了，你就清好一下慢慢来看。若我提供迄个出师，迄个找台语内底迄个链接，伊敢若是分做，伊敢是一个 section 的款，所以迄个链接内底总共分做算40张啊，40个 section。现主是咱是已经读到第数伊啥是伊的4换我的换，点入去了，迄是第5页。OK。咱是已经到。了解，嘿，对，好，拢会使，你做你去看哦，看你要家己download，我迄个 link，还是你看出师，找台语来对吼。好，咱要来读第6页吼，纸本顶头吼，字面页面顶头的数字第6页吼，毋是 PDF 的第6页吼，是纸本第6页。但是咱第5页最后一句还未读吼，伊的口简吼，好，咱开始吼，我来读吼，伊的口简无需理能蒸发。香炉剩伊家己啦。一人当1000人。好，即句我搁读一遍吼。伊的口简无需理能蒸发香炉剩伊家己。一人当1000人，吼，这是你讲，咱之前读到讲，煎饼餐来到志勤因兜吼，总入来内底吼，志勤就算直接就含即个煎饼餐对战了吼，这就是描写情形吼，头一句，伊的口简无需理能。蒸发香炉，剩伊家己。李宁是啥物人？但是我毋知，敢若是李广啦，是啥物人？就是迄应该是唐朝的时阵吧。我嘛早者，我嘛袂记李宁是啥物人。李宁应该是迄个，等下我的电脑照慢的慢。
你若有看我直播，你可能看会到我拍吼，我利用是即个李宁啦吼，李广的孙吼。哦，你讲的顺。对，汉武帝期间，哦，这毋是唐朝，我来讲唐朝是汉朝吼，汉朝，拍匈奴吼，这个李宁吼，所以就咱倒来日子哟，我来开起来拢无去，我本查对，哦，伫遮第一啊好。所以是李陵就是拍匈奴，吼，匈奴就是匈奴啦，吼，较早咱自细汉学迄匈奴吼，剩伊家己吼，拍甲剩伊家己就对啦。当然对是一种，我嘛无解释，我无清楚即个李陵的故事吼，反正就是拍到最后剩伊家己，一人挡1000人安尼吼。好，来我先读课。好，妈，你认为讲咱是毋是？你认为讲咱是毋是一人每一个人拢读一遍会使啦？因为无几个人吼，今仔即么子。OK 啊，嘿。好，一人每一个人读一遍吼。好啊，好。我来读第5页上下骹迄抓最后3几字啦吼。伊的考卷，然后到第6页，无事李陵征发匈奴，剩伊家己。一人挡1000人。3年你若方便。好，伊的考卷无事李陵征发匈奴，剩伊家己一人挡1000人。好，有文。好。伊的考卷无事李陵征发匈奴，剩伊家己一人挡1000人。好，真好。过来，咱继续读落吼。老卡妈呀，你若有兴趣，咱起来读袂要紧吼。你免惊吼，毋免惊嘛，毋免细腻吼，因为阮逐个拢是初二吼。所以拢读甲足慢啊，逐学啊，一字一字读吼。好，后一句俗语讲，明虎未拄得大阵高吼，即句话当学起来吼。明虎未拄得大阵高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你明虎拍袂过一阵高就大阵嘛吼。你拍袂过伊嘛，但是你看台语内底有即个拍咧，无出现即个拍咧，伊安尼写，明虎未拄得，嘿，大阵高，即个拄，即个是拄啦吼，本来是拄啦吼，拄就是拄，其实有2种意思，拄应该是抵挡迄个意思，咱3字即个拄哩。拄就是抵挡的意思才对吼。TU 第3声，TU 第3声。拄，我即马大字典找吼3个意思啦吼。著作这当然毋是吼，伫遮毋是即个意思吼。咱讲著作吼，著作吼。一个是拄，水引起来叫做拄吼。各位可能较罕咧学着即字吼，我讲嘛，咱看例句吼。但是你若摕咧头前啊变调啦吼，变第2声吼，拄变拄。我讲即礼拜要来教变调，讲袂记咧教，袂要紧，后纸啦再教啦吼。今仔日我是来骹手较慢吼，拄水，就是甲。渡水华语要安怎讲？蓄水吗？就是你水坝甲迄个栅栏甲掠扎起来，互水直倒淹起来，即个现象，即个就叫做渡水吼。所以渡就是迄个自设然后迄个意思吼。伊的规则讲是水顶顶的
堵塞，或者是停留，拢叫做堵。哦，堵水，一群人堵条咧，哦，堵伫讨，堵伫心肝，堵伫心肝头，即句应该大家都捌听过，堵伫心肝头吼，就是迄个淤塞伫咧心肝头啦，塌掉诶安尼吼。食了去，大概嘛安尼吧，围堵。啊对，嘿，围堵嘛是即个堵吼，嘿，食了去堵掉咧，就伫即拄则讲诶，即围堵就是即个堵咧吼，堵袂掉吼。啊，所以塞车嘛会使讲堵车咧吼，你就会当堵水啊，那袂当堵车，吼。所以各位对古词内底去创新词，这绝对是正当的，只要迄个理路是正确的，无人讲你，无人会当讲你袂无啊，无人安尼讲。我甲你讲，定定甲你应迄句啊，无人安尼讲，迄种台语人吼，都是不思上进哦。尤其迄寡人反对台语文教育，就甲你讲啊，你学迄啲哪有效？会讲我讲啊比你较老安尼吼。迄寡人你拢甲摊喺边仔个就对了吼。会当堵水，咱也袂当堵车嘛，会当堵车吼。我一定塞车尔，干来嘛是爱堵车吼。好，佮另外一个堵哩，就是即个堵嘛，就甲大家学的吼。下注，跋叫你下赌下赌的即个钱叫做赌。吼，所以呢，咱来看例句，出赌吼。你听我的赌。歹势，你听我的赌，伊安尼写，伊写汉字，但是写你听我的赌，这我就较毋知影意思啦吼。马有你敢知？我无听过咧。你听我的赌。听我的赌。嘿。毋捌听过，这我毋听过。博细赌就是博小赌博，博三角啊，博细赌吼。博大赌就是博大角吼，博大赌。帮你的赌，这我就毋知吼。二赌可能是下第二注啊，我无解清楚。袂趁大赌钱吼，这是钱数啦，因为可能就是钱绑一束一束，就叫做赌啦吼。袂趁大赌钱，去赌钱吼。另外有一个意思，伊敢若无写伫遮，我想看是毋是我记毋对。当你讲大家要出钱，大家要出钱出资本来做生意，来开公司，来做事业。迄个股份，迄要安怎讲啊？我怎啊一时仔想袂起来。马文，你敢知我咧讲啥？你是讲合股还是安怎？对，但是台语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字，毋是股。但是迄字是毋是赌啊？我煞袂记诶呢。进前我毋捌听到过。我看觅吼。而且是大人讲袂咧，囡仔读面头前讲就毋知影，还是眼一嘛，小听过一下尔，就无一定就记袂，就无可能记会掉的啦。迄是赌啦吼。歹势吼，迄是赌。你讲的赌是迄种诶。嘿。赌但是毋是讲日语的安尼读，日语是写做猪无毋对啦吼。你即嘛阁有看会着株式会社，吼。对啊，较不是嘛是赌安尼无对啊。株式会社、赌款、赌坑、赌色吼。所以台语嘛会使讲赌，但是台语是安怎讲啊？古赌哦。你讲的是用准的呢？赌小的赌，敢是赌小的赌？毋是咧。赌小的赌是另外，赌小迄个赌，
拄下拄是第二声，无共吼。对，这是第二条，对，还是第二条。迄是第二声的拄吼。啊，即摆这是拄，无共。嘿。大拄字。另外阮股份是拄吼，所以无嘛是无共吼，这是拄。对。吼 ，OK。我拄则咧想讲，明好袂拄的。我咧想是到底是伊拍毋对，还是咱理解毋对？明好袂拄的大定高。咱拄则读的这拄三个拄字，都无迄个，都拢无迄个意思啊。我的猜想，迄个拄应该就是拄车为拄迄个拄。可比讲的，你收位啊，你一个人要顾一阵，你顾伫迄个什物口无？毋是因中国拢大不是讲什物一个爱裤啊，什物所在，免派几个啊，就会使甲迄个爱裤拄伫遐嘛。你一大阵的军队要冲袂过，因为迄个是爱裤嘛。毋过即马就是讲，你互你好搁较猛，若一大阵搞，你嘛拄伊袂牢啊。你嘛拄伊袂牢啊。了解。伊的意思是安尼啊。是应该是。对。嘿啊。就是拄水。你搁较搞，你嘛拄袂着一阵搞遮大阵的啊。就是拄水即个拄的意思啦，吼。你拄水。对。拄水其实嘛有迄个甲水冻起来的意思，但是即个。对，就是迄个。那安尼去理解的，即个拄字和即个拄字是共意思，就是迄种抵挡的意思啦，阻挡的意思，嘿，共意思，但是是无共音啦吼。但是就是今仔进前我所听到是讲，闽好难得交群，伊是用敌啦，对敌的敌啦。嘿。伫遮当然闽好袂拄得大阵交，原来嘛是反正就是伊是用袂拄定嘛。就是你一只好命尔，一阵啊足大阵的，你根本挡伊袂牢啊。对。因曼德林讲的是讲，什么？双拳难敌四手啦，就讲你一个人要拍两个足歹拍啊。是。所以伫遮就是讲，你搁较猛，你若高叫插人拳，你嘛无人发啦。大概是即个，所以即个拄哩应该照对遮查出来迄3字，应该就是拄掉迄个拄安尼。嘿，就是拄水的拄啦吼，但是呢，意思是，就是抵挡。我认为意思就是抵挡，就是含迄个拄字，含第二声的拄字，第二声就是撇伫另外一边吼，迄个拄字是共意思。所以我认为讲，即句话其实你若读说明好袂读第二声会变调，明好袂拄伫大阵高，其实我认为嘛是共意思，嘛是会使。就是你会当用即个拄字，我认为用即个拄字嘛是对啦，就是我讲的即个，就你伫遐看 YouTube 才看得到，就是即个拄字，第二声的拄字，就是抵挡的抵，吼，你若写汉字，抵挡的抵，吼，抵挡的抵就门堵，堵门，吼，用去堵门的物件，吼，叫做门堵。好，所以明好袂拄伫大阵高，吼，这是俗语安尼讲的吼。好，来即句话就是我搁读一遍。俗语讲明好袂拄伫大阵高。好，马文。好，来，俗语讲明好袂拄伫大阵高。迄个你也来，阮咧读是读到第6页啊。嘿，是第6页第2纸、第3纸吼。3年着你。这个俗语讲，明好袂拄伫大阵高。明好也是明好吼。明好袂拄伫大阵高。两种变调啦，一种是第1声，一种是第5声吼。看你要哪边。我昨昏也是记得我昨昏才听到洪伟仁教授吼，伊最新的迄段录音，迄段录音其实伊迄个节目录音倒啊，拢10多分钟尔吼。
我听伊讲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像阮即种变调法，就是讲第二声变做第五声，就是明读做明，吼，阮会来变调吼。伊讲这毋是东华腔专门的，伊讲其实较早漳州腔嘛会安尼变，啊，所以伊讲较早就是毋知当时的代志，讲但是即马台湾拢无去啊，就是漳州腔即种变调已经无去啊。啊，所以但是甲阮即种大东华腔阁有吼。明读做明，啊变调读做明，明好袂拄伫大庭高吼。当你要学我的东华腔嘛会使，你无爱学我的东华腔，你就读做明好，明读做第一声就去吼。好，玉文。好，俗语讲，明好袂拄伫大庭高。是。例仔，你若方便吼。有我在着。好好。俗语讲，明好袂拄伫大庭高。嘿，伊是写袂拄伫大庭高啦吼，但是你读做袂拄伫大庭高。我认为读做袂拄伫大庭高嘛是会使啦吼，我拄则有解释过吼，两字共意思。好，后一句。后面会插，后面会插，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后面会插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翕本书就是这么有本事啦，吼，本事就是本事吼，华语叫本事吼。后面会插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后壁我继续读落吼。若无下了毒手，因的插价会失败。若无下了毒手，这应该免解说吧？免这么解说。若无如果不下毒手吼，因的插价会失败吼，因的插价就是插的价无嘛吼。因的计划会失败吼。好，安尼即句诚长，所以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即个能力来读吼。我甲读一遍，过来咱就轮刷照来读吼。后面的册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若无下了毒手，因的插价会失败。马文。后面的册。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若无下了毒手，因的插价会失败。玉文。好。后面的册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若无下了毒手，因的插价。插价，因个插价会失败。例仔。后面的册看即个营养的女子翕本书，若无下了毒手，因的插价会失败。三年我要甲救起来，但是敢若救袂起来呢。哟。伊即摆无法度念咯。安尼哦，无我看举手啊。是拄只。安尼，我拄只，我调伫遐。好，即个案例毋知是倒一位吼，我甲邀请，但是无起来。安尼，咱继续读，例仔拄只有读过啦吼，营养的女子啦吼，用毋免变调吼，营养的女子。好，后一句。即时摸一支推啊！歹势，即时摸一支即时摸一支推啊！无张持对志勤的头壳心，变力吼，读做变力，好。这爱解释，爱查一下词典吼，因为我也无解清楚吼。即时就是随时马上，即嘛华语
大家惯吼，即个你随时即嘛大家惯势讲立马吼，立马大家嘿立马就是对新仔来的用语啦吼。即嘛台湾华语受啥物？有啥物叫做台湾华语？即嘛台湾的即寡华语的使用者吼，心内非常非常之要怎讲焦躁吼，非常焦虑吼，非常的即个不安，非常的台语怎讲？焦虑吼，非常即个 anxiety 焦心，嘿，焦心安尼吼，因为挡袂牢新仔华语吼。一波佮一波的英语的用词的即个攻击，莫讲攻击人，伊无迄攻击的意思吼。一波佮一波安尼一直用来吼，华语人完全挡袂牢。啊，在我看起来，我心内是感觉诚欢喜吼，因为我认为讲恁根本就无理解，恁喙里所讲的迄个语言，就是人因对方就是这就是因的语句，这就是因在行的嘛，即就是人因迄个语言的运用，遮尔啊活跳吼，遮尔啊有力，遮尔啊有生命的力。你华语伫台语根本就是一种死的语言，是一个无根的语言。你无伫生活中来生发出来时阵是无气力的吼。你伫台语中，你用吐槽啥吼，你少即寡输气的时阵，你会当讲转去因迄边。但是你若要含华语来对抗，其实真正是吼，华语叫做螳螂挡车啦吼。台语我讲，我袂晓吼。告不回车，到不火车根本就是加无采你的气力吼，而且我认为完全无必要。你若今仔你若要挡伊会调，你转来学台语，你甲台语扣转去，你甲台语学好，吼好。本土语言呐，对啊，我讲到遮就好吼。其实我这是加讲的啦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讲到遮来？好，即时。就是即个立马吼，就是立马吼，嘿，啊立马台语怎讲？台语绝对毋是林马啦吼，我甲你百面甲你保证，20年后绝对有一定迄个高囡仔，你学台语的时阵，看到立刻会讲立马，看到立马台语要叫伊翻译台语的时阵，会甲你讲林马。笑的，就是这种笑的用法就出现啦吼。啊，当然我袂使讲伊毋对，因为这是迄个孔子伯的迄个翻译法啦吼。这嘛是丰富台语的一种方式，我绝对袂讲这是毋对吼。丰富台语词的一种方式，就是讲你只要有法度用台语发音的规则，我讲台语发音的迄个 principle， 迄个主要的迄个 rule， 你甲发音甲发出来，这就是台语。所以你要讲林嘛，我袂讲你毋对，吼，甚至这是一种丰富台语用词的一种方式，吼。但是绝对莫台语内底插立马啊，立马艰苦去买迄个物件，你就是迄个华语甲台语套人讲嘛，但敢若有一寡人吼。尤其是迄外省华语毋好啊讲啊，你那个 project 有没有准备好啊？啥有无？你着爱插一寡有诶无？迄表示你华语诶本身诶能力足歹，你找无着熟人对应，你讲袂出华语，所以你着只好甲英语，尤其是迄根本着大家都会晓，跳工着要用一寡华语词，所以我着足反对你讲台语讲得好来一个立马是啥物意思诶？你要讲林马，我阁会赞成你吼。我着反对你无来无去内底来插一寡你华语伫内底。迄个当然咱能力有限，我定定嘛会安尼。我真正无法度。我甲各位讲，我迄个事我袂晓。我是华语教育大汉的吼。虽然我一再定定咧现字典、现词典，一拄着我着伫现字典、现词典，我学即嘛学几啊冬，我相关伫咧台语的运用上诶，拄着遮尔多问题，所以我一直甲各位，尤其是台下骹诶人，你认为讲你台语讲啊无好诶人，我一直甲你鼓励，你绝对毋是毋好嘛，毋是你诶问题，但是好好啊学，逐搭扣转来吼。OK，即时就是立马吼。
就是马上，咱来现一下词典吼。CHEK 是第五声 ，CHK 是假音的入声字，但是爱变调变即时，本来是即啦吼，变即时，就是即时、即刻、马上、立马吼。这个华语是安尼讲的吼，即时死就是马上死吼，即时来就是我要即嘛，我随会去啦吼。随会到位吼，尤其随到安尼吼，当然较高语的讲法随到，马上到。所以这个随你其实嘛会晓运用啦吼，但这个无关系，嘿，无关系讲台语的人已经袂晓讲随啊吼，随就是马上。随来随到。对，咱来查一下这个随字。加，随时马上，随煮随食哈，现煮现吃啦。吼，你若华语是袂安尼讲啊，华语较讲会讲现煮现吃吼，就是随煮随食，随来随转去，才刚来又要跑了哈，随来随转去哈，就是这个随字。好，咱转来小说家，即时。摸一支推啊，摸是啥物意思？摸就是台语的用词，华语无即个音汤对应的字啦吼。啊，当然有啦，你汉字你要迄个假借，还是讲即个叫做训用字，一定有啦吼。咱来查看觅啊 ，MOUH 第四声吼。我想对啊 ，MOUH 吼，一点吼，一点就是 MOUH。吼，模就是即个，你若规则即第二点，规则有三个吼，咱一个看吼，第一个去掉的叫做模，听无意思吼，去掉的，咱来看例句，善人啊，摸伫壁里，安尼知影意思啊吼？去掉在壁哈，吸附在墙壁上哈。善人啊，就是壁虎啦哈。善人啊，摸伫壁里哈。人讲摸壁鬼，摸壁鬼的华语我袂晓讲，摸壁鬼就是贴在墙上的鬼哈。这是去掉的意思。哦，第二个句，摸伫壁边在偷看，贴在墙边在偷看哈。摸伫壁边在偷看，吼，摸我的尻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啊，摸我的尻川，哈，我第一道看了这个词哈，摸我的尻川来吸敌人的伊这吸条的意思嘛，吼，说摸我的尻川，吼，我无因为这句的意思，其实我无理解伊有啥物引申的意思吼。你若讲就里面看，就是敢若吸在我的屁股上，但是这是我相信伊是有迄个引申义啦，绝对，嘿，绝对毋是敢若即个，对你尻川后啦，嘿，啊是毋是有迄个逢迎拍嘛？我都毋知啊吼，摸我的尻川，我无介清楚。好，你若知影有机会注意着听着。有一个例句是讲流汗嘛，你衫穿的嘛，尤其热天时流汗了，迄衫就抹伫身躯的。嘿，是。伊是讲抹伫身躯的。嘿，迄拢是。所以迄个抹伫。对，嘿。马有多少？迄拢是去掉的意思啦。第一个解说。好，第二个规则是即个抹哩。第二个规则就是咱即嘛即只规则吼，叫做双手。摸物件啦吼，其实抱我感觉怪怪的吼，双手将物件揽起来吼，毋是感觉抱啦吼，我感觉抱伫即个用法，伫伊即个汉语版即个规则吼，安尼用即个汉语毋对啦吼。我看一下日本版，绝对毋是抱的。嘿，我看日本版的汉语的用法是安怎写，因为伊用日语啦吼，所以。
毛伫倒位呢？毛是伫倒位啊？遮吼，放较大诶，遮吼，仙人啊，某伫壁伫遮嘛吼，啊，某我诶骹，哎哟，伊写毋对去啊啦，某我诶骹只啦吼，伊写尻川是毋对啦，某我诶骹只吼，骹只是较只偏遐，是有人捌提醒过吼，我捌听人讲提醒过讲。绝对毋通干那看汉字版，一定爱看一遍啊日文版吼，因足侪错误伫迄边吼。我毋是讲怪迄边，或者是讲批评迄边吼。错误应该因为伊迄能力有限吼，你敢若伫 Facebook 有一个迄个社团会当去甲因讲你是对毋对，对毋对，当退伊甲伊告证吼。好，我诶骹只。我诶骹只，就是墨贴在我的后背了吼，所以是墨伫我诶骹只。我看伊敢若鬼神尔，伊嘛无啥物引申义，我感觉私の背中にべったりとくっつく，应该嘛是敢若李冰兄艺术尔吼。咱拄则要看，歹势，我拄则要看是即个两手甲摸起来哦，两手合抱了哦。日语是了得，卡卡的摸子，这是日语的写法啦吼。石头摸起来，摸石头啦吼。好，无适合吼。无适合，但是伊可能是直接甲日语的即个汉字摕来用啊。双手抱物件吼，当然抱是对啦吼，但是台语毋是抱吼。华语的抱是对的，但是台语毋是抱吼，台语是我袂晓讲吼，台语就叫做摸，应该安尼讲吼，台语就叫做摸吼。但是华语的抱有足侪种抱小孩，毋是摸囡仔吼。抱小孩就真正是抱吼，所以伫这遮袂使读抱物件，毋是抱物件，是摸物件吼。这是足幼路的一个词啦吼，就是伊含华语的抱吼有相款的部分嘛，有无相款的部分咯，就是讲会当共用某一种情形，会当共用一个抱字，华语的抱，但是某一种情形袂使用抱字，或者是台语即个摸字，伊本身含华语的抱的对应是迄种，毋是干那一对一的关系吼，是多对多的吼，摸，所以台语的摸是安尼吼，甲石头摸起来吼，或者是摸起摸倒吼，摸起摸倒就是抱过来，要安怎讲？甲物件抱过来抱过去啊，当然即个抱是迄双手合抱的意思吼。这是这遮即个。我的头上镜就是迄本字书典内底摸迄个动作，就是讲摸石头起来安尼。伊的日语就是讲可能靠近身体嘛，卡拉达尼くっつけるようにして，嘿，就是可能摸起来靠我身体安尼啊，有接触到身体啊。若抱甲揽，反正台语的动作足侪足幼路的啦。而且当然讲摸一支腿啊，迄支腿啊，毋知写做啥物款，伊用摸的。这个腿吼，这个腿吼，有可能是敢若迄种金龟腿，你知无？金龟腿啦。嘿，好大迄种诶，则需要两手去摸嘛。你敢若一支切削机也是无，一支手就举起来。对啊，伊用摸的。摸是表示迄是足大，小可有一个分量的物件啦，吼。好，咱先说学一寡吼。即个摸第三个意思叫做消风来落去嘛，叫做摸。譬如讲，腹肚枵甲摸，哈，腹肚枵甲摸吼，咪摸落去吼，就是
迄个胸部啦吼，摸落去耐落去啊吼。人规个拢是叫做毛皮啦，毛皮，毛皮可能是即个毛的款。啊，应该是嘛是。有的人迄个嘿，可能毛皮大概嘛是。毛皮，我毋知，因为毛皮听起来是无关音的吼。毋当听毛皮。毛皮是有关音。毛皮是关音，对，有变调嘿，所以毛皮嘿，对，应该是即个。对，嘿。嘿啊。人规个毛落去，就是人规个。消落去嘿，就是就失智，就失去气力啦呢吼。生理毛，生理毛落去，我第一道用着啦，第一道看到人用安尼形容一个生理规个消沉，生理规个哪啦萧条落去吼，叫做生理毛落去吼。好，咱转来小说家，小说讲，即时某一支推啊吼，我认为推啊是真大支的推啊吼，无张伫。对志勤的头壳身变力吼，无张伫即个词，即嘛佫有人用，但是敢若台语讲了较老的人较有法度用吼。你若无惯势讲台语，平常时无咧讲台语的人是讲袂出即个词吼。嘿，无张伫啥物意思？是不小心吗？敢若毋是啦吼。无张持，咱来看一下张持。TIUNN 张持 TI 第五声，张是第一声哈。无张持，张弛哈，我知影即个汉语人安尼写哈。张就是张力迄个张哈，持就是持有迄个持哈，张弛。张持。就是有人读张持吼，即是迄个伊写铺是啥物所在啊？哈，大字典写一个铺，我毋知啥物，但是我知影伫咧上关庙的大南关，因的张会读做张吼，所以张持吼，张持就是注意用心吼，所以无张持就是可能是无用心嘛，可能是无注意。无注意啦，但无台语讲注意，讲有注意无注意，就是有没有 be careful 有 careful， 还是讲有 mind 无吼？有用心无用心无吼？所以无张持就是无 not careful， 无注意着吼，无张持，或者是 not mind， 无用心，拢会使吼，看情形啦吼。咱即嘛伫小说家吼，无张持，当然即只就毋是无注意啦，应该是嘛毋是无用心，即只是安怎？我感觉敢若伊佫较意思比字典所写佫较宽一丝啦。无张持对志勤的头壳身变力。嘿，变力，等下再看吼，我一直谈唔到去变力。无张持对啥物人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啥物？我的理解是安尼啦，就是讲，你伫做即个动作的时阵，因为是趁对方无注意的时阵，无张持。即个无张持，毋是你不小心无注意吼，毋是，是对方无法度注意，无法度小心。所以你看，即个意思，所以即个词当你用讲无张持的时阵，当然有时啊你无受词啦吼，即只有受词嘛，有一个受词伫遐是志勤嘛吼，但是有时啊你讲无张持做啥物代志，都毋是都毋是讲你一定无注意、无小心是安怎，是迄种爱用例句来想，我嘛，妈，你即摆有例句无？真啊，无张持。伊正是我是敢若先看着讲无张持踏着伊的骹，抑毋过含即个无张持对志勤的头壳心拼力，即个敢若含即个例句无啥相款。
嘿，伊大部分的例句拢甲张弛当做是细腻啦、小心即种用法，抑毋过伫即搭遮可能毋是干那小心细致，啊，若找台语内底有一个解说，敢若是讲无提防、无预防。对，精神，就是提防，就是提防的意思，就是啊，当提防就是小心谨慎，就是注意嘛，其实是共款意思啦，吼。只是讲要翻译做华语的时阵，你都要注意讲无共情形的翻译法，所以这个词对应华语是一对多，但是讲你要看情形来翻译，吼，你袂当看张弛的，嘿，你袂当看张弛等于注意。张弛就等于用心吼，你袂使安尼直接等于啦，无伊对几啊无共款的意思，无共款的这种 situation 来翻译吼。而且无张弛对这个志勤的等你要翻译，这就是等下再来。我看一下有啥物例句，无张弛，一个无张弛，物件摔落伫涂骹吼，这拢是小心谨慎嘛吼。佫有啥物张弛的例句？加学一寡。大部分张弛即个词拢是肯否定词啊，无张弛啥。抑过伫即个1957年，伊煞用一个肯定句的，伊讲迟时要来，毋知爱张弛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来这句我竟然做袂记来。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无啥时啦吼，去无消息。啊，即句话就趣味吼。嘿，对啊。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息，啥物意思？你来的时阵，话来就来，啊要走的时阵也无讲一句啊，无甲阮讲一声，就我头壳我就就是讲即人足无礼貌的啦吼，足无呢，非常的无礼貌吼。来无张弛，来去啊。来，咱来看，我即嘛YouTube 你当看我分享的是有一个人叫做土豆林学台语吼，伊写讲来去匆匆，不打招呼，不请自来，不速之客吼，引申生黄失礼行为或主人家自谦吼，你嘛再家己谦虚啦，歹势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息吼。你会当安尼讲啊？你若讲别人安尼时阵，其实是批评别人，你这无礼貌，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息，吼。好啊，有另外一个词，生无张弛，死无惊喜，吼，由不得人的意思，吼。OK， 所以伫遮来无张弛，敢是来不小心，无嘛，无迄个不小心的意思，来没有用心，嘛毋是，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息是啥物？是你来的时阵。互我无法度通注意，无法度通提防，无法度通防范，无法度通准备嘛。你来，人客来，我互我准备，变扫一下房间嘛好吼，传一下刺绣啊吼，传一下茶，泡一下茶啥。来无张弛，就是你来到遮尔凶，互我无法度通防范，互我无法度通防范，无法度通去准备吼，无法度通去准备，吼，小心注意用心。但是即个讲的拢是。其实嘛是，我是受词嘛，你来我相对应，你是主词，我是受词嘛吼，所以讲的是受词吼，所以无一定是迄个来的人的无张弛，是即个无一定是迄个来的人不注意不小心，即嘛是讲的是迄个接受即个动作的人无法度通注意个小心吼，所以即个词会当安尼用吼，所以就是伫遮伊就是安尼用的，伊就是用即个来无张弛是去无消息即种用法，就是。针对接受这个动词的人，无法度通防范注意这种简型来用的，吼，所以就是无张弛对这个无张弛，毋是贼仔无张弛，是无迄个志勤无法度通张弛啦，吼，无张弛对志勤的头壳心，拼力，吼，拼力，好，这是张弛吼，我是毋是转去啊？无吼，各有吼。过来是拼力，咱来看一下拼力 ，PIANN。时间已经到啊，咱甲拼力看了吼。拼啦吼 ，PIANN 就是拼力就出力嘛吼。你若安尼想就知。拼有无共意思啦吼，咱来看者。拼有八个意思吼。
伫个大理大书店吼，八艺术咱接近甲看过，甲物件器具倾斜倒物件出来吼，我就讨厌伊即个网站即个鬼设定啊，毋是华语、台语套人要写，我毋知影要读倒一句吼。甲即个物件车倒甲倾斜物件甲倒出来，叫做摒吼，摒粪扫。第二，扫除整理，摒扫除嘛，嘛知影讲吼。第三，卖掉，大拍卖吼，摒好。我讲第三个，摒两倒厝，摒鸡丝头吼，甲卖掉吼。所以摒两倒厝，意思卖掉两间厝啦吼，摒鸡丝头。哦，我今仔才听着吼，甲卖掉啦吼。第四啊，相款意思嘛，拍卖商品吼，摒俗货。哦，当然第三无迄种on sale 的意思啦吼，无迄种甲俗卖的意思。第四就有啊吼，因为你毕竟甲卖掉吼，就是摒俗货、摒形技巧吼，就我好。第五，转嫁赖人的意思是啥？就是你甲即个物件赖别人吼。叫做啥？华语有一个词最近嘛，对叫做啥？甩锅吼，就是即个摒哩吼。所以你若看甩锅那种摒，规身规担摒互我吼，代志拢摒互我做啦吼，就敢若摒粪扫啊，全部倒给我做吼，就是用即个摒哩。第六，拍摒吼，这大家知影吼，拍摒吼，较摒咧吼，摒试验、摒路、透雨摒来吼，这拢是咧拍摒吼。第七，互相争斗吼，将专摒，先摒先，摒死搞一个天吼，这拢是拼斗的意思吼。所以伫即只摒力有迄种拼斗的意思，有迄种拼命吼。第六、第七拢有啦吼。第八是试看卖，摒看卖就对啦吼，赌看卖吼，摒无贴药啊吼，用药摒药啊就是赌看看嘛，用药啊摒看卖啊吼，其实嘛有争斗的意思啦吼，六七八其实拢有即个意思吼。摒卜这我就毋知，我第倒看着吼。所以伫即只摒力就是拍摒出力啦吼。好。最后一句，咱大家念一个，就该规房间啊。好，来，即时摸一支推啊，无张离对志勤的头壳心摒力。好，杨文。即时摸一支推啊，无张离对志勤的头壳心摒力。即时吼，即时，嘿，零啊。即时摸一支推啊，无张伫对志勤的头壳心摒力。是好，三年可能无方便。咱今仔日到遮关房吼，下底的朋友欢迎你吼。后一回我拄则无注意，后一回我再甲恁约起来吼。好，安尼咱到遮关房啊！我 YouTube 有录影，所以你若顶头就是顶头即个 link 啦吼。你若有兴趣，你再去 YouTube 甲我即个 channel 甲我 follow， 你来跟对我即个 channel 啊，你就会当我有甲所有阮读的即个课放伫一个 playlist， 叫做台语白话字小说出四线研读的款，恁大家你再看吼。好，安尼到遮。好，啊是讲你嘛当。